研究硅谷香港中的后生人引来引导，也到20-30岁的人表现出韩国多位创意。接下來帶大家來看，苗栗男中人黃世修以大學讀嘅係農業推廣呢，退伍嘅家庭回到家鄉，同一群朋友用摩托嘅方式來種水果同水田，還可以一項呢結合農業同族群文化嘅試點嘅。來到也嘅人客，食得到買得到安全無毒嘅農產品。還談得到水下處嘅神話專家講嘅傳說故事，黃世修想要用農業還個在地文化嘅融合，行出無窮樣嘅歸鄉路。這那邊都還有，這後面對橘子的話，大家都知道就是要用很多次藥啊，但是我們是都沒有用農藥這樣，對，然後目前就只有用那個微生物菌而已，就是易肥，然後去噴葉子這樣子。蘇偉康一點一點飽滿嘅同感，太然寫字望結通嘅啲嘅用書爭各自嘅趣味。詳細看啊，減咩皮膚有一點點嘅糊糊嘅點味，唔過人客行係鹹嘟嘟嘅，見雜見色也又甜又多水嘅同感。我們的橘子不會說像外面的那個人家的心中間會是乾的，就是施太多氮肥，對吧？我們的是就是酸酸甜甜的，不會說特別甜到會膩這樣子，對。雖然啲減咩嘅品種可以多，唔過業內嘅專業黃世修還係堅持用摩托嘅方式來做。未不是為邀請消費者去到各園度看看啊，也都告訴生種嘅環境。我覺得主要是讓消費者實際來到這塊土地，知道我們的環境，我們的耕作環境是旁邊是完全都沒有受到干擾的，是一個獨立的環境。我們又選擇對這個環境友善的方式去耕作，沒有說因為這個環境好或不好，然後我們要去噴農藥這些，我們沒有。黃世修將農業定義田園發通，實際同消費者來互通，好幫人客認識摩托耕種嘅概念還有想法。我想這幾年慢慢的有比較多的人願意回歸到農村，好，然後踏入自然。我覺得這其實給我們下一代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教育。三位年輕人更有計劃開發自家的老家農地，這樣子好好的經營哈。他們南莊做的介紹幾多人來推廣嘅農業文化。前年退伍嘅黃世修，成年嘅家下是同阿公阿婆鄉下啲苗栗南種生活。所從細就特別講意大自然同種地下嘅氣氛，大學嘅讀農業推廣呢，目標就係想為進到家鄉耕種年能力，也係唔單搶有耕公園，沒有私田，是乜嘅同搶出一條，家嘅夢想唔單搶係安陽天天。漸漸開闊，漸漸放學。1年鬧熱嘅南中路嘅副區內，已經有80年歷史嘅老屋，傳出東河塘嘅客家歌曲。嚴從4月陳雲濤啲嘅創，退下嘅塘中都談到東路灣。曾看到黃世修喺啲老屋來來去去看睇人客，點都表內咩各種各樣嘅農產品，有白米、糙米，還有自家做嘅各種野豆。也係黃世修同一群朋友共下開嘅，結合嘅農業、客家文化，還有水下草文化嘅點味。佢冇人意講起來嘅親戚朋友都嚟聽鬧熱，為屋見點味都鬧熱漸漸。這是什麼橘子醬？就是對桶乾下去做的橘子果醬。皮有加嗎？還是有皮有加，因為我們都是沒有噴，我們是沒有用農藥，也沒有用那個，對，沒有用那些化學肥料那些，對。將自家做嘅南王嘅甘味果醬，各地小販行為伴消費者來吃食，行下前能力嘅回應迎合所有嘅問題，就係希望提升迎合對摩托農業嘅支持同認同。我一直種很做得啦，不過賣嘅話會三萬掉嘅對。平常因冇可能會拿個按刀錢出來講，我咪一斤60嘛，平常時倉賣嘅話，20兩人賣到，對啊，叫上我種嘛會多花嘅錢來賣，就慢慢的鬧幾條人講，其實好好嘅東西，身體會好好咁樣。我來去打獵給你看。你真的你可以打獵嗎？
他说可以，你就在那边等哈，但是你要离很远哦哈，声音。系屋主未计水下成发tan年嘅父母，佢哋點紅嘅社舞台上，講定水下出神秘嘅傳說故事，動次有成發嘅內容，人下都聽到笑眯眯嘅。呢一片嘅部分有嘛哈，我走在本台家地這些神話故事啦哈，還有一些文化的精髓哈，啊，咪走在老台家分享啲呢一片咁樣，老記得後生已記得種菜啦、種米啦哈，或者全部做啲老記做得結合當好。馮先少啲朋友嘅小結下，認識嚟父母，佢咩有嘅愛結合多用法同嘅想法，就係透過自家嘅故事嚟想嘅，愛講到後生人現進到故鄉，亦嘅農產產銷嘅問題，大家希望前進而經驗唔見睇睇嘅族群文化。那指頭南種係一個這樣很多元文化的地方。不過你哋看到嘅南種哈，大部分就商業氣息比較濃厚，下冇咧都有文化嘅東西。故所藝術上，假使你做得用賽夏族的文化，然後客家嘅東西做一個結合，好如果你有三個朋友哈。各有不同的領域，我是到你做得把文化跟農業結合。透過族群文化同農業結合，為改變見來見農業，而竟然看唔到老嘅人類擁有嘅風景，為驗準南種老嘅老頭白點錢嘅老使命，就係家條嘅理想。因帶我強嘅東西落到鴉片，然後本地到地有南種有也只味素。唔止有鴉片，還做得聽故事嘛，個對，還做得去散檔，去點樣做咁樣。馮先少前來無強用兩地嘅朋友，向下來相互交流，希望啲學生台灣環境對土地友善嘅耕種方式，做得天天地帶動起來。我覺得我想要把範圍擴大，可能是一個村，或者甚至是一個鎮，那全台各地可能就有自己的糧食的供應的據點。另外一方面，也可以找回一個跟過去比較不一樣，然後跟土地更接近的生活方式。為咗為自家嘅農產品行卡當然嚟買，行卡好賣，嚟提升產品價值。馮先少將自家身上嘅泡米還有桶柑，韓國國冇加添色素，做錢用增加多嘅農產品做出來冰淇淋嘅店家來合作，推出世界多有味嘅感覺嘅冰淇淋。還有將柑味同烤巧克力結合嘅特別口味，未來每位春年賺公子農事體驗，同水下神話故事也都行場。為農業唔單淨係產品買賣，能為會有行卡度嘅文化內涵。健健康許，陽風天許。